为了让青少年一个健康又搁正向活动，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议员蔡小薇以及真侪国际赛主会合办台南市各中小3对3篮球比赛，活动10月14号将伫咧新华高工举办。比赛也量力反毒教育，希望所有学生拢会当远离毒品的危害。我们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以及我们的春晖狮子会、交8年狮子会、归仁狮子会，还有自强狮子会，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来举办。我们在10月14号，在我们的这个新化高中要来举办3对3的篮球比赛。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杭州亚运呢，台湾在3对3的比赛呢是取得金牌的一个光彩。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大家吸引的热度以外，我们希望让年轻学子除了在3对3的篮球运动体能的展现，我们更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向学子们宣导，让这个禁止毒品进入校园。选择新工一样迈向成功，所以我们希望提供最好的一个场地，让我们的孩子还有家属能够一起到新化高工、到新化老街来参加这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带动大家关心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希望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篮球活动，然后结合一个反毒的一个推广，让我们的毒品远离校园，然后让我们孩子在3对3的篮球里面能够发光发热，成为以后的国手。家长协会理事长郭正贤表示，这次活动为9月初开放受理报名，无到1个月时间就约满。尤其最近亚运3对3篮球比赛，中华队也拿下队数第1名篮球金牌，相信会让更多人热衷的篮球运动。协会也邀请市民朋友伫14号比赛当天，做伙来到新华高工为选手加油。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